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行政院长苏贞昌日前到闸门水库视察的时阵，宣布讲要甲超收的税金发还给民众，一个人6000块。民进党内内部有人来压料，讲苏贞昌伫宣布要发现金进前，根本都无甲总统讨论，讲这袂输是拍一支军，互总统教。 苏贞昌今仔日来回应，讲这个总统当初本来就有请行政院适时来规划，一步一步照规矩来。另外，苏院长连4天伫圆山饭店请个员食饭，外界质疑这到底是毕业餐会，也或是院长职位的保卫战呢？苏贞昌讲，这是正常慰劳员工，等到1月13，立法院的会期结束了后，就会检讨改组。 那伊个查某囝苏卡辉是替老爸抱不平，讲这爸爸明明就是出来当庆忌的，竟然互讲是恋战贪婪，这个官位实在唔值。高举吉祥物。参加高速公路通车典礼，行政院长苏贞昌夹菜头摆，好计条眼神看起来真忝，因为红团出进前先宣布全民发6000块的现金，和蔡总统美负欢迎。总统主持的国安会议上。 已经明白才是的1800亿，除了留印不时之需外，要全民共享，而且请行政院规划适时的向外界公布所有的作业。 我们都是这样一步一步来。强调甲总统步调一致，不过有党内人士讲，苏贞昌顶礼拜3向用打电话给经济部长王美花，要求视察闸门水库。伫隔天正月初4取消和总统大礼拜例会，迄天伫闸门水库宣布发现金，和总统府美负欢迎。外团闸门水库是苏贞昌临时对改的行程，通常院方发行程时间大约伫下晡6点左右。不过闸门水库的行程率真罕见，暗时7点41分才发给媒体。 您的了解，该回答都回答完毕，好不好？好，该回答都回答完毕，哈。行政还是要归苏贞昌院长，所以才会由苏贞昌院长在连假过后由他来进行宣布，那让大家都误会了。这种临时的状况以前也是被我接到过，我们没有觉得什么特别奇怪啊。就说要下午应该是跟中午，因为我也不是很确定。我们新闻其实最尾传的，就整个行程已经敲定了。行政发布人讲下晡就知影消息，闸门水库嘛讲早就知影院长要来。今日败选了后，苏院长面对内阁改造压力，不管是先宣布要发现金，还有最近连续4天举办圆山宴慰劳国员，拢互认为是为院长保卫战来出招。那真的是没有看过挡子弹还要被说恋战。那院长也在的说，如果有任何适合的人，他非常乐意写推荐信，这代表的是愿意积极栽培新生代。一直传出行政院和总统府适合的团员，查某囝看在眼内，心内嘛真委屈，一定要替老爸讲几句话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